大家要記住咧，做完運動咧一定要飲杯水。飲杯水咧係可以幫你修復翻咧肌肉嘅撕裂，同埋咧就冇咁多乳酸痛。所以咧做完運動喺30分鐘內咧必須咧要吸收蛋白質嘅，因為好多時候咧做完運動咧，好多人以為咧做完運動咧就會直接產生肌肉，但係其實做完運動咧大部分嘅時候都唔會直接產生肌肉嘅，係你要補充足夠嘅蛋白質咧，先會產生到肌肉嘅。所以咧做完運動咧，記得咧就30分鐘內咧就一定要飲呢杯 shake 啦。咁啊，對於你嘅增加肌肉量咧，嗰個效果咧就明顯好多啊。咁多咗肌肉咧，咁啊自然就少咗脂肪啦。咁啊，所以大家加油，拜拜。